2年前子琳係4歲，3年後子琳係幾多歲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Math Concept 奧海城分校嘅主管 Miss Annie， 今日會同大家講解返2025年 Math Conception K2 組別答對率最低個5題。咁今日我哋會講第12題。第12題咧係講解一條關於歲數嘅問題。咁其實呢一題咧喺比賽入邊都幾常見嘅，難度咧有時都會幾高下㗎。咁好似呢題咁樣啦，呢題係今年答對率最低嘅一題啦，只有 5.4%。咁我哋一齊睇下個難度喺邊。2年前子琳係4歲，3年後子琳係幾多歲呢？呢個題目咧淨係提及咗2年前同埋3年後，其實入邊咧隱藏咗一個訊息喺入邊嘅。咁究竟係幾時嘅2年前同埋幾時嘅3年後咧？個隱藏訊息咧就係咁，子琳今年係幾多歲咧？咁呢個就係呢條題目嘅陷阱咯。所以點解咁少同學仔會答啱啦？咁好啦，如果係見到呢題目嘅時候，我哋會點樣教小朋友做咧？咁通常我哋就會教佢哋要分拆2條題目。喺句號嗰度，我哋做一個停頓，諗一諗究竟條問題講緊啲乜嘢先。咁好啦，2年前子琳係4歲，咁今年幾多歲啊？如果小朋友諗得到呢一個位嘅話咧，其實佢都唔難去答到。咁2年前4歲，今年子琳就會係6歲。咁當佢知道今年係6歲嘅時候，咁3年後數返3年就會揾到個答案，佢係9歲啦。所以答案就係2啦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奧數題目，歡迎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